特别暴风菜莫是落台水，屏东人家东老林变向，床头变作冥想在起。3年前的莫拉克风菜受到当台影响，治水不力，本人批评。3号的相关的单位开始加强排水系统持续的疏通。今年5、6月的台水对屏东县政府来讲，当作先期之前的模拟考用用。我哋整齐的排水系统抽水闸都顺利运作，连最大的地方也冇积水。这个水一直排袂出去，甚至地层一直下陷。地层一直下陷哦，政府哦，就做出这个说2处的工作，就甲规个砖头拢甲吞落关。在总台莫拉克撞到台湾嘅时节，林边乡可以讲係灾情真严重，因为当天5月用测，长期造成地层下陷。日本营因为做係间接造成林边乡明白落雨路嘅不太水嘅原因之一。居民也研究出怎样来应用不太水嘅机械空间。这间嘛是做浮动地板。有放水来浮过啊？对啊，我遐有放水，哦，我迄间电啊浮起来，我足欢喜的。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个一些文史资料都淹，结果一淹哦，就把很多很珍贵的照片呐、还有资料都被淹走了。那我们在重建的时候，在88水灾以后重建的时候，就大家集思广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做一个浮动的平台哈？因为灾情真严重，本屏东淹水利处韩国加强林边加东地区嘅河川整治，当地主要河川林边海嘅河坝同河川体中构建作物，还有储水机嘅运转机制。屏东淹水利处表示，在莫拉克风灾以后，仲做出了修正，也渐渐地做出改善。今大概可以看到铁路以下一两个堤不管加东的温子堤防无论林边的水利堤防，全部都更新的看做比台北做个坚固以外加堤防的构图堤防构图虽然规划可能比规划报告高加75公分，75公分的算法来讲，可能预计啊堤防有30年以上的功能又于99年底前陆续完成低洼区域，如羌园、大同村及温子等3座抽水站设施，以减缓羌园地区每逢豪雨及漫淹浸灾的时间。今年5月初，因引起破格贸易封面过境台湾，行政严重程从南下损失，屏东林边加东地区嘅防水设施。故所并无灾情传出，本林边街东在经过10年嘅整治以后，通过为第1摆嘅模拟考。治水应该改善很多。现在很多报道报林边淹水，其实只要那个发电机抽水站没有停的话，其实林边整来淹水很少了。他们现在在拍，大概都是沿海路。现在这个工程人员跟地区河川局跟县府的努力我们从武丁排水、大武丁排水、江沿排水、江沿分洪，这样层层的几道防线，事实上是成功的。屏东县水利处表示，通过第1摆模拟考，当然无等于往后中做的高质模有。屏东嘅治水也含有很多嘅地方需要加强，譬如讲东港嘅牛埔海、旧义嘅富面橋同烏落海、灣淡嘅二寮海同連絡排水，還有平科泰嘅中南排水，相關單位仲還會繼續加強整治，而本日就容易不太水嘅地區居民，未來到落太雨嘅時節，仲做得韓國家嘅安心。下屆新聞，范成旺屏東報道。